近来虐童案频传引起高度关注，艺人谢丽金也透露，从小目睹妈妈长期被爸爸，以前搜证困难，只能靠自己的力量阻止。4岁时就曾拿着扫把保护妈妈，她无奈表示，小时候无力维护妈妈，只能到处讲，只要我妈被我爸打，就会到处跟别人说。据联合新闻网报道，谢丽金在节目《麻辣天后传》透露，以前爸爸只要心情不好就会打妈妈，例如看到妈妈看其他男人讲话，会把妈妈抓起来往墙壁丢，再用拳头暴打，妈妈常被打到要躺在床上休养3至5天。谢丽金沉痛表示，以前的年代总认为是家务事，为了小孩也不敢去验伤。妈妈有次抱着哥哥姐姐想跳河自杀，但为了孩子不忍心，放不下，因此作罢。直到他们离家上国中，妈妈才终于受不了爸爸施暴，逃家上台北工作，还怕我们没钱上学，定期寄钱。没想到不小心被爸爸发现，抓他当人质，连夜租车北上，跑去妈妈工作的地点找人。谢丽金说，爸爸要我跪在门口，逼妈妈出来。好在妈妈帮佣的那户人家很帮忙，说妈妈已经辞职，爸爸撸了1、2个钟头才放弃。他坦言，这些经验让他对男人始终有不信任感，且以前常半夜听到爸妈争吵，至今晚上仍不易入睡。